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财经网报道已披露2025年半年报的 A 股71家房地产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合计亏损230亿元，相对于上年同期64亿元亏损数据，亏损额进一步扩大。单从这个 A 股的71家房企上市房企它的半年报合计亏损230亿，比去年同期扩大了64亿比去年同期64亿扩大了将近170亿。别的不说就足以说明从去年到今年，无论你出台什么措施，无论你出台什么救市政策，房企它的财务状况、它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雪上加霜只能说明这个越救他们赔的越多。这也是验证了咱们说的你只要韭菜不买房，你出什么招都没用。对房企来说，那只不过都是在延缓，在拖延。房企的日子不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而是一天一天的烂下去，要不然也不会亏损额同比进一步扩大。我们再看这个房企里面的优等生，甚至可以说是房企里面的奇葩，房企里面的另类，绿城。这个绿城最近也不行了，唱衰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当然了，不能说是唱衰是因为他自己半年报已经显现出各种隐忧岁月静好都是假象。今天网上一篇文章叫帝王收割机绿城。这个绿城喜欢在全国各地到处拿帝王，或者跟人家拿帝王的合作，所以它有个名号叫帝王收割机，利润暴跌90%，也就是它利润跌了90%，只有2.1亿。现在帝王收割机绿城的口号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想他这个口号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上一个喊这种口号的原来是万科万科现在正在渡劫对吧？万科7、8年前就喊让万科活下去，不是一个道理吗？绿城现在喊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万科7、8年前就喊让万科活下去，现在对吧？他有这个深圳地铁的大股东输血200多亿。万科今年上半年亏损又扩大，比去年同期要大。万科也是优等生房地产里面的，那这些优等生到底遭遇了什么？他这文章写的挺长的说今年3月在披露2024年财报的前一天，掌舵绿城中国7年的张亚东突然辞任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随后绿城宣布，自2025年3月26日起，刘成云接替张亚东成为新任主席。与张亚东一样，刘成云同样来自大股东中交系，不过张亚东在中交的时间相对短暂。进入中交之前，他曾任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大连市委常委、大连市市委统战部部长。而这个刘成云已在中交任职多年，目前担任中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是一位老中交人。管理绿城期间，张亚东的标签非常明显，冲刺规模为绿城带来了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当地产进入调整期时，囤的地、卖不动的房子又开始反过来侵蚀利润，留给刘成云的绿城也没有了往日风采。2025年上半年，绿城收入同比下滑23%，股东应占利润同比暴跌89.7%，仅剩2.1亿元。这个对刘成云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它里面写的很多咱就不具体的介绍了。跟所有的房企一样它利润暴跌90%的原因有2个，就是都离不开这2点就是房企亏损最主要2点，一个就是房子越卖越亏，要么就房子卖不掉就更惨，房子能卖掉，那么它就是打折降价低价再卖，所以它越卖越亏。第二个就是它自持的物业在贬值，因为对吧，这个整个的房地产行情就在这儿，资产贬值。这个资产既有这个土地储备，又有这个它的底商物业，当然还有其他的资产那这些都在贬值咱们以前就说了谁报的土地多是吧，谁就报的雷多，这就充分验证了咱们说的。那你地多吗？你要么就开发，你开发了卖不出去，你开发了要降价还是赔钱，你不开发，那你的地在贬值，横竖都要挨几刀。所以这个绿城一样。另外一个呢，绿城跟其他的房企还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融资成本比别人要高。当然了，这个绿城我以前介绍过绿城它以前它比较拿手的是叫品牌管理代
建。代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开发商他拿了一块地，他自己不会玩，对吧？或者他自己的品牌吸引力不够，因为绿城开发的房子啊，好像那个纯住宅的比较少，它都是70%住宅，30%商业，很多房子下面都有底商，大概其就这么一个。然后而且绿城一般的开发都是高端的小区，偏高端吧，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品牌效应，在它未来啊，它运营那些底商的时候，它招商比较方便。如你一个不知名的开发商，你去运营这样的项目，你就开发完了，第一个卖房子难，第二个你招商也难，对吧？你品牌不够，所以很多开发商他就跟着绿城合作。绿城是不掏钱的啊，他只输出品牌和管理，还有一个建设，所以叫代建。建完之后代管，这是绿城的一个特色。7、8年前到现在，这叫轻资产运营。本身啊，这个对绿城来说是好事。这中间各种玩法啊，非常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跟绿城谈了好几轮，这个绿城非常强势啊。就那个时候啊，大概2018年、17年的样子，非常强势。他替你代建，他要保底收入，就是你这个项目不管以后好坏，你一年给他，比如说他给你配了8个人或者10个人，你一年给他3000万，就是保底的，3000万以上按这个提成有绩效啊。这里面很多猫腻啊。也就是绿城这个模式啊，轻资产，对吧？代建代管还是不错的。但是啊，任何行业都一样，对吧？你只要做出了名堂，别人就会学，那别人也代建也代管。所以那现在呢，这个行业，对吧？这个代建那卷出天际了。2017年的时候，绿城很强势，你现在呢，它就没办法强势了，所以它代建代管这块收入也是在急剧的下降啊。介绍这些是想告诉大家，再好的房企，对吧？它没有办法跟大势对抗，说真能做到逆风飞扬，这个基本上不存在啊！只要韭菜不买房，神仙也难扛啊，佛祖也没办法。所以你看现在龙湖、绿城，对吧？这样硕果仅存的民企啊，似乎也渐渐的扛不住了。今年还能勉强，明年恐怕就要亏损了。央企也不行啊，房地产如果继续这么下去，明年就能听到央企的雷声了。刚才说到万科啊，这个9月3号，万科又把自己的一块深圳的一个地块卖给自己的大股东了，就是深圳湾总部地块，卖了多少钱好像没说啊。这个万科也不容易啊，昨天刚把这个吉林的那个冰雪世界给卖掉，对吧？今天又卖这个深圳的总部地块，深圳湾总部地块，卖资产求生啊。今天我看一个视频啊，是一个上海的 UP 主他拍的，好像叫梁子吧，他拍的上海街道啊，好几个地方实体店大量的叫关门吧，也不能说倒闭，现在店铺都关着门了，有的地方就像鬼城一样。他说他要是一个人啊，白天还不敢进去，阴森森的，没有人气啊。大家看视频。上海的消费彻底崩溃了吗？为什么实体店大量的倒闭？玲子考察了4个案例，带大家看看真实的上海有多惨。这还是上海人气排名前3的宝山金街吗？1楼沿街餐饮全灭，电台巷火锅、木屋烧烤这种大佬都扛不住，全家便利店都跑路了，连刚需消费都没了。金街内部更惨，每隔几个店就能看到空铺，再往里走，连着10几家全部贴着旺铺转让。1楼都这样，2楼直接变成鬼街，倒闭率90%。如果是晚上来，玲子都不敢到楼上去逛。淮海路，上海第2商业街，现在呢，沿街1楼到3楼全倒闭。东湖路曾经的网红店也凉了，永康路咖啡街一半店铺直接失踪，不是说寸土寸金吗？现在连外国人都跑光了，市中心都这样，郊区还能活吗？陆家嘴，上海的门面，上海的骄傲。可是3件套脚下的东昌路呢？药店都倒闭了，10多家店铺空置转让，这可是上海金融精英的地盘啊，连这里都撑不住了。四川北路曾经的第3商业街，现在这个地铁口的商场倒闭率90%，负1楼到3楼只剩1家餐饮店还活着。七浦服装城曾经是上海人的衣柜，现在卖衣服的比顾客多，有些商场走进去像拍鬼片，这样的商场谁还敢进去逛啊？上海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上海的消费降级这么严重？玲子觉得是2个原因，外地人疯狂流失，各项数据表明，从农民工到制造业工人到科技人才，外地人在离开上海。首先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乡村带来的农民工返乡潮，官方数据今年有1300万农民工回乡务农创业，比如安徽合肥的常住人口2025年突破1000万，而上海外地人数据中，安徽人占比从18年的 28.5% 下降到 23.2%， 说明这几年有接近10万安徽人离开了上海。然后我们说制造业，大量工厂开始向内地2线城市转移，比如上汽大众搬迁至江苏仪征，昌硕工厂搬迁至江苏昆山或者东南亚。江苏有13太保，能提供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杭州有6小龙，对于科技类人才的吸引力，上海可能已经比不上杭州了。造成的结果就是2025
2024年4季度，上海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为 22.4%， 非核心区域空置率甚至超过 50%。从农民工到制造业工人到科技人才，上海面临严重的外地人流失。消费降级，2024年餐饮门店倒闭300万家，茶饮门店总数减少了 1.6万间。2024年上海的社会零售总额减少了 575.3亿，无论上海还是全国，消费都在降级。玲子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所以比任何人都希望上海的经济繁荣。玲子真诚地呼吁上海的实体房东们，保住实体店才能保住魔都的活力。一条街如果空铺达到3成，就非常的可怕了，如果达到4成，整体的商业气息就不对了，大概率呢会越来越差，最后盘不活。谁能早一点降租，谁就不会空置。转店老板呢也是一样，解套和止损为最终的目的，靠转让费回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朋友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拯救实体店吗？大家觉得上海的消费寒冬什么时候能够回暖呢？像他拍的这些地方啊，恐怕上海本地的网友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啊。实际上像这种地方，北京也有，实际上就是实体店啊都不行，也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他说上海啊，因为这个外地人离开上海，对吧？什么安徽人回了安徽，这个劳力的，对吧？走了，科技人才走了，科技人才到杭州，这些说法啊似是而非。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杭州、合肥这些地方的实体店也没好啊，一样的惨，对吧？上海是金字塔塔尖，上海的人本来这些人在上海找工作谋生，有一批人从上海离开去了杭州，去了这个合肥。同样的啊，合肥也是的，一批人离开合肥去了更下面的3线城市、4线城市，就回老家去了。他们往下流动，不是因为下面有什么机会啊，不是回家去创业，最主要原因是原来他待的那个城市没有工作机会，没有赚钱机会，他待不下去。科技人才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对吧？那些出苦力的在上海也找不到工作，他只能离开啊，没有就业岗位。他倒是有一点说的对，他上海的写字楼空置率在增长，就业难，这个倒是主要原因，对吧？就业一难，消费一差，各行各业都不行。安徽人在上海很多都是做早点的，开小饭店的，这个餐饮，对吧？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他们就往合肥跑。码农呢，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工作，他往杭州跑。在我看来啊，人口往出跑，最主要是你这个地方养不活人家，没有办法给人家提供工作机会，他不走，他去哪儿呢？当然你要反过来看，连上海都提供不了工作机会，那你说什么地方能给你提供工作机会？没有地方啊。也就是你从上海离开到杭州，无非把杭州的人再挤掉一批回郑州了，对吧？郑州的人也待不下去，只好回河南什么洛阳，回什么其他地方降级嘛。这个实体经济不行啊，实体店不行。不光是啊，咱们说上海是中国就是最富的城市嘛，发展最好的。如果说这个 UP 主啊，他带有滤镜，对吧？专挑你不好的地方拍，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奢侈品，对吧？也互相交叉验证啊。新浪财经啊，他今天有个报道，叫古奇母公司开云集团上半年关店24家，这卖奢侈品的关店24家，但是它这24家不全在上海啊。古奇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确认闭店。北京金融街啊，那是胡适的总部啊，对吧？好几个大行的总部都在那儿。金融街啊，居然古奇在那儿的金融街购物中心店关门了，开不下去。这胡适不涨了吗？对吧？指数牛市啊，胡一进老师都买了5件 Polo衫。9月2日，在社交媒体有消费者透露，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古奇门店已闭店，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打包外运货品。对此，贵圈栏目向古奇官方客服求证，对方表示，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门店于8月31日闭店，如需要选购作品或售后，请前往其他直营门店。关于该门店关闭的具体原因以及品牌在中国的后续调整计划，古奇客服回应称没有相关信息。近期有消息称，古奇还关闭了贵阳的唯一门店。有数据统计啊，仅去年1年，古奇在中国内地市场已经陆续关闭太原、沈阳在内的6家门店。古奇母公司开云集团今年上半年关店24家，其中古奇占18家。2025年上半年，集团营收76亿欧元，同比下降16%，净利润4.7亿欧元，几乎腰斩。其中集团核心品牌古奇表现持续低迷，上半年营收约为30亿欧元，同比下降超 25%。第二季度营收14.6亿欧元，同比骤降超 25%。最
最新财报透露，上半年股旗在所有地区的销售额均有所下滑，尤其是亚太地区，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30%。据悉，目前开云集团正设法出售全球各地的房产，以筹集额外资金。预计2026年和2027年将有更多门店关闭。这个你看，股旗作为这个奢侈品，对吧？当然了，它全球都不行啊，今年比去年同期相比的下降25%，但是亚太地区下降更厉害，30%。在中国啊，2025年上半年就关了24家店，也就是我们从奢侈品品牌这个角度看，实体经济是不是也很惨？不惨的话，它关门干啥？对吧？这个 UP 主他只是从上海视角，从上海的这个小市民角度去看实体经济不行，对吧？我们要从这个奢侈品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不行。最后我们再看看中指研究院啊，他给的数字啊，他说8月8号北京出台楼市新政后，对提升市场活跃度有一定的带动作用，部分新房楼盘到访和二手房小区带看略有增加，但市场整体波动尚不明显。8月8号到现在已经快1个月了啊，这新政按理来说这1个月是它的正是药效正管用的时候，结果它还整体波动尚不明显。从晚间数据来看，8月新房成交面积38万平方米，环比小幅增长4%，同比下降34%，也就是比7月份稍微好那么一点，增长4%，比去年8月下降34%，那就说明这个政策出了跟白出了一样。二手商品住宅成交14123家，环比增长10%，同比小幅下降2%。二手房相对来说吧，稍微好那么一点，但跟去年比也是下降。上海8月25日，上海全面放松5环外限购，优化公积金及信贷政策。从市场反馈来看，楼盘带看量、咨询量较新政前有所回升，但市场分化现象延续。全月网签来看，8月新房成交面积79万平方米，环比小幅增长1%，同比下降16%。二手商品房成交18508套，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19%。上海的二手房好像还挺火。广深呢，8月广州新房成交面积49万平方米，同环比均下降，降幅分别为4%、6%。8月深圳新房成交面积15万平方米，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下降45%。也就是这个北上广深啊，这一线城市除了上海二手房同比环比是增长的，其他的都是在下降。所以说啊，你实体经济不行，经济不行，然后你老想着这个楼市能稳住。当然了，有专家说啊，你楼市先稳住，对吧？房地产很重要嘛，对吧？对国民经济影响非常大，你房地产先稳住，经济才能稳住。实际上病根啊不在房地产这儿，各行各业叫百业待兴凋敝，对吧？从这个沿街小商贩，这是穷人的消费场所，或者牛马消费场所，到那个奢侈品股旗，对吧？那是有钱人消费，都不景气啊，那楼市怎么稳得住呢？可以预见啊，9月份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有力措施出台的话啊，关于楼市啊，那恐怕9月份要继续加速，要寻找它的底部。炒房客很有可能在9月份、10月份崩溃，彻底扛不住了，肯定有那些房吹炒房客疯掉，彻底疯掉。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最高20万购房补贴，这地推出多项政策红利，指的是湖南岳阳啊，说岳阳购房补贴最高20万。9月1日，据岳阳发布公众号消息，岳阳启动金九银十惠民置业活动，启动仪式上，岳阳市住建局公布了市城区购房优惠政策。总之啊，它这个优惠啊，从这个2万块到20万，补贴20万都有。当然了，这个20万的补贴是指人才啊，在人才安居政策方面，博士研究生及市级以上，博士研究生就行了啊，市级以上领军人才是20万，就是你买房可以给你便宜20万，补贴20万，正高职称人才也是20万，高级技师15万。我不知道岳阳的房价怎么样啊？如果一套房给你便宜20万，那就不少了。你也读个博士毕业，对吧？到岳阳去上班，找个工作，买房能便宜20万。什么意思呢？以后啊，各地啊这种补贴会越来越多，因为他房子卖不掉啊，库存太多，然后他能出的政策都出完了，对吧？限购限售该出的都出完了，工具箱里面没有工具了，那最后剩的就是这个打折，政府给你补贴，最后就看哪个地方政府补贴的多，对吧？谁补贴的越多，那就好多人就往那儿跑。所以说买房的韭菜啊，等一等啊，还是有好处的，越等优惠越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